音乐翻唱与时尚搭配，流行歌曲与自创作品的完美结合。在当今音乐世界中，翻唱不仅仅是一种对原作品的致敬，更是一种艺术创作的延伸。无论是翻唱流行歌曲还是自创歌曲，音乐人都能透过个人风格的演绎，将这些音乐作品重新赋予生命。在这样的过程中，时尚搭配成为了音乐表达中不可或缺的元素，为整体演出增添了视觉上的吸引力和个性化的特色。音乐翻唱的魅力，翻唱流行歌曲让听众重新认识熟悉的旋律。在翻唱过程中，歌手不仅仅是复制原作，而是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风格进行重新诠释。例如，某些翻唱版本会将一首原本的抒情曲调转变为节奏感强烈的舞曲，或者将摇滚歌曲转化为柔和的民谣。这样的变化不仅吸引了老歌迷，也能吸引新的听众，形成一种音乐上的对话。自创歌曲则更强调个人的情感和故事。当音乐人以自己的经历为灵感创作时，这种真实性能够深深打动听众。无论是描述爱情的甜蜜还是生活的艰辛，自创歌曲都有其独特的情感共鸣，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新生代音乐人能够在音乐界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。时尚搭配的重要性，在音乐翻唱或自创作品的过程中，时尚搭配不仅仅是外在形象的呈现，它反映了音乐人的个性和对音乐的理解。合适的服装可以强化歌曲所传达的情感，并为演出增添层次感。例如，当一位歌手翻唱一首充满怀旧情怀的歌曲时，搭配复古风格的服装，可以使观众更加沉浸在那种时代的氛围中。而在演唱一首充满活力的流行歌曲时，鲜艳的颜色和时尚的剪裁则可以提升演出现场的整体氛围，激发观众的共鸣。结合音乐与时尚的策略，要将音乐与时尚搭配得当，音乐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：风格一致性，选择与歌曲主题相符的服装。例如，演唱一首情感深刻的抒情歌时，柔和的颜色和简约的设计可能更具感染力；而在演唱快节奏的舞曲时，明亮的颜色和具有动感的服装则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。个人品牌的建立，音乐人可以通过持续的时尚搭配来塑造个人品牌。例如，某些歌手可能以特定的帽子或配饰闻名，这不仅能帮助他们在舞台上脱颖而出，还能使观众对他们的作品产生更深的印象。与设计师的合作，许多音乐人选择与时尚设计师合作，创造独特的舞台造型。这种合作不仅能让音乐人获得专业的时尚建议，还能使他们的表演更加视觉化，为观众带来全方位的感官享受。跨界合作的成功案例，在音乐与时尚的结合上，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值得借鉴。例如，某位知名歌手在新专辑发行时，与一位著名的时尚设计师联手，推出了一系列以专辑主题为灵感的服装。这不仅为专辑增加了话题性，也让歌手的演出更具视觉吸引力，成功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和粉丝讨论。另外，一些音乐节或演唱会也开始注重时尚的元素，将时尚秀和音乐表演结合在一起，让观众在享受音乐的同时，欣赏到最新的时尚趋势。这样的跨界合作不仅为音乐人提供了更多的表现空间，也为时尚品牌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。社交媒体的影响，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，音乐人与粉丝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密切，这也让音乐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展示自己的时尚搭配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个人品牌。在 Instagram、TikTok 等平台上，许多音乐人会分享自己的日常穿搭，这些时尚搭配常常成为粉丝模仿的对象。此外，社交媒体也为音乐人提供了展示翻唱和自创作品的渠道。
透过短视频，音乐人可以迅速与粉丝分享自己的音乐与时尚搭配，甚至可以获得及时反馈，进一步优化自己的演出风格。6总结。音乐翻唱与时尚搭配的结合，让音乐的表达变得更加多元与立体。透过适当的时尚搭配，音乐人能够将歌曲的情感更深刻地传达给观众，并在视觉上增强其表演的吸引力。随着音乐界的不断演变，这种跨界合作之会愈加紧密。未来的音乐人将在音乐与时尚的融合中，创造出更多令人惊艳的作品。